買股票買到傾家蕩產嘅人都有一個可怕嘅共通點，每日朝早搭車去茶樓飲茶，聽見隔離台嘅陳伯話某隻股票好就跟住買入，睇電視財經台聽嗰啲股評專家話某個板塊即將大爆發，你心一橫將副棺材本車埋入去，結果自己一買就開始跌，跌到心驚肉跳，最後忍痛割肉止蝕，結果你一賣咗，佢又奇蹟般咁開始升。呢種買就跌賣就升嘅見鬼事情喺我哋嘅投資生涯入邊真係太常遇到。不過世界上有一個叫華倫巴菲特嘅人，依照佢嘅投資公司波克夏海瑟威喺股東信同年報之中公開嘅長期統計，佢過去大約60年嘅年化報酬率將近20%，20%聽落去好似冇好多街坊口中炒一轉賺一倍咁誇張，但重點係我哋連維持一年穩定賺錢都頂唔住，呢個人卻可以將投資紀律維持好幾十年。到底我哋同股神差喺邊度呢？搞明呢個核心差異，整個投資嘅世界睇落去會完全唔一樣。點解我哋總係喺股市蝕錢？香港大部分散戶都係咁樣買股票嘅。報紙財經版有報道，電視台專家極力推介菜市場嘅師奶話佢有買。最近邊個板塊被北水炒到好熱門，我哋往往係用呢啲理由買入嘅，但問題係呢個時候往往已經太遲。呢個時候買入就係喺高位接火棒，亦即係我哋俗稱嘅追高。新聞要報道某隻股票好好，好多時係已經升咗一段，先會變成全城熱話嘅題材。財經記者又唔太可能提前知道未升嘅股票，多半係股價大升之後先至去採訪點解會升，然後先變成新聞嘅。所以睇到新聞先去買，原本就真係好難逃過做點心嘅命運。巴菲特嘅做法正好完全相反，大家冇興趣嘅時候佢買，大家嚇到喺度瘋狂拋售、恐慌走避嘅時候佢都買。回想一下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成個香港愁雲慘霧，恒生指數暴跌，無數街坊條條等上街抗議雷曼迷債血本無歸，全世界都在拋售股票逃命。嗰陣時巴菲特喺度做緊乜？佢卻選擇投資高盛，而且係以條件極為優厚嘅特別股，加上認股權證嘅結構進場。當時大家都覺得佢瘋狂啦吧？金融機構一家接一家倒閉嘅時候，佢竟然去掂金融股，但結果係佢最終攞到咗極度可觀嘅回報。點解佢做得到呢？開威巴菲特睇嘅唔係股價，而係公司本身。我哋散戶睇股價線圖，罕見升咗就覺得好，罕見跌咗就覺得唔好，但巴菲特唔一樣，佢關心嘅係呢間公司有冇喺度賺錢，負債多唔多，未來仲能唔能夠繼續成長。佢睇嘅係呢啲實實在在嘅生意本質。所以股價跌咗，只要公司本身冇問題，佢反而覺得係執平貨嘅大好機會。呢個心態差異好大一部分就係長期投資致富嘅秘密。咁巴菲特睇公司嘅時候，具體喺度睇緊乜？其實非常簡單，就3件事：呢間公司有冇真正喺度賺錢？而家嘅股價便唔便宜？能唔能夠長期持有？就係咁樣而已。咩複雜嘅技術分析、陰陽燭、牛熊分界線、期指期權，通通唔使，就係揾好公司，便宜買，長期持有。佢唔中意複雜嘅嘢。如果搞唔明一間公司喺度做緊乜，不管幾熱門，佢都唔買。所以喺2000年科網股泡沫嘅時候，巴菲特多次表態睇唔明就唔買。當時大家都笑佢老咗，時代結束咗。但科網泡沫爆破之後，無數人傾家蕩產，佢嗰套只買自己睇得明嘅生意反而最抗跌。後來佢喺2016年前後開始大舉買進蘋果公司，嗰係開威。佢認為自己終於睇明咗蘋果嘅商業模式，賣愛瘋喺鴨士多抽成，靠訂閱賺錢，呢種形同收租嘅運作方式，佢理解咗，所以先買。都80幾歲啦，仲願意重倉。理解就買，唔理解就唔買，呢個就係巴菲特嘅原則。標準一，呢間公司有冇真正喺度賺錢？巴菲特首先睇嘅第一件事就係呢間公司有冇有效率咁喺度賺錢。聽落去理所當然，
但意外嘅係，好多老友記根本冇確認過呢間公司係賺錢定係蝕錢，就糊裏糊塗將幾十萬買入去啦。只開威嗰係熱門題材，巴菲特絕對唔會咁樣買，佢一定會用數字確認公司到底賺咗多少。我哋用香港人最熟悉嘅例子嚟說明吧。假設你攞自己嘅100萬港紙喺旺角開咗一家茶餐廳，辛苦做咗1年之後，扣除所有開支，你淨賺咗15萬。用自己嘅100萬賺咗15萬，等於賺咗15%。呢個就係睇資本運用效率嘅方法，財經界稱之為 ROE。市場上通常將15%上下當作一條優秀嘅參考線。巴菲特也偏好嗰種能長期維持喺較高水準嘅公司。點解常用15%呢？開威如果呢個數字能長期維持喺一個唔低嘅區間，通常代表呢間公司有啲咩唔容易被別人複製嘅優勢。回到茶餐廳嘅例子，你賺咗15%，眼紅你嘅同行馬上喺你隔籬開咗另一家茶餐廳，有競爭嘅話，利潤理所當然會減少嘛。你要降價，要搞下晝茶優惠，要提升服務，剩落嚟嘅錢就變少啦。但有啲茶餐廳，就算競爭對手嚟啦，利潤都唔會明顯減少。點解？開威只有嗰家店先有獨門嘅黯然銷魂飯或極品絲襪奶茶，老街坊每日都要嚟食，熟客好穩定。或者佢嘅地點係獨家嘅，比如說佢係港鐵站一出嚟唯一嘅一家食肆，隔籬根本冇鋪位可以租啦，咁競爭對手就入唔嚟嘛。呢個就係獨佔性嘅位置。公司都係一樣，有啲公司就算競爭者嚟啦，利潤都唔會減少。開威佢有品牌力、技術領先，或者有別人學唔嚟嘅嘢，就好似香港人熟悉嘅維他奶。就算超市有幾十種飲品，好多人由小飲到大，習慣咗嗰個味道，都係會揀維他奶。呢種優勢，巴菲特將佢比喻成城堡周圍嘅護城河，要揾競爭者難以模仿嘅公司，呢個先係真正嘅好公司。標準2，而家嘅股價便唔便宜，揾到咗會賺錢嘅好公司，但呢個唔係終點。再好嘅公司，如果買貴咗，你一樣會蝕大錢。簡單諗下，太古城係一個非常好嘅屋苑，環境好，交通方便，名校網。但如果一個2房嘅單位，業主開價5000萬賣俾你，你會買嗎？絕對唔會。屋再好，價格唔合理就唔會買。股票都係完全一樣嘅道理。巴菲特講過，用合理嘅價格買好公司，比用便宜嘅價格買普通公司更好。重點係合理嘅價格。但係呢度有一個非常致命嘅陷阱，老友記最中意貪平，但數字低唔代表全部都係好貨，便宜一定有原因嘅。先睇市盈率嘅陷阱，有家公司市盈率只有3倍，回本只要3年，睇落去超級便宜，但你仔細查財報先發現，原來佢嗰1年剛好賣咗中環嘅一棟商業大廈，一次性進咗一大筆錢。平常1年只賺1億嘅公司，開威賣樓進咗10億，淨利潤變成11億，市盈率突然就變得極低。出年冇樓可以賣咗，利潤就翻原本嘅水準，股價往往會暴跌。呢個叫一次性獲利，千祈唔好將呢個當成公司真正嘅實力。市賬率都有陷阱，有家公司嘅市賬率只有 0.5， 等於用公司資產嘅半價就可以買到，睇落去超級划算。但點解咁便宜？開威那家公司可能處於一個正在被淘汰嘅夕陽行業，賬面上寫住嗰啲舊機器、舊廠房值100億，但如果真係攞去賣，連30億都拿唔到，邊個要買淘汰嘅機器？呢種行業正在衰退，所以股價市賬率先會咁低。呢個就係標準嘅價值陷阱，買咗只會跟住行業一齊沒落。所以巴菲特嘅第2個標準係，而家嘅股價用市盈率同埋市賬率嚟確認，但絕對唔可以只睇數字，要去了解呢個數字背後嘅原因係乜。標準3，能唔能夠長期持有？到呢度我哋已經揾到會賺錢嘅公司，也確認股價合理啦。接落嚟，巴菲特仲要睇一件事，呢間公司能唔能夠長期持有？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如果唔打算持有呢檔股票10年，咁你連10分鐘都唔好持有。佢一旦買咗就係好幾年，長嘅話好幾十年。
但呢個中間總要有回報吧？呢個回報就係大家最關心嘅派息。公司一年賺咗100億，呢筆錢可以攞去起新廠，可以攞去還債，亦都可以分俾股東。分俾股東嘅現金就係派息，買收息股當作退休後嘅被動收入，就似將錢存在銀行收利息一樣，係好多香港長者嘅理財首選。剛才講過，巴菲特持有可口可樂超過35年，可口可樂每年都派息，而且持續增加派息金額。巴菲特1988年買嘅時候，殖利率大約係幾%，但開威可樂每年都增加派息，經過咗30幾年，相對於佢當初投入嘅極低成本，而家每年嘅股息回報率可能高達數十個百分比，每年光係收息就能攞返一大段本金，佢當然唔捨得買嘛，呢個就係複利嘅力量。時間永遠會企喺耐心投資者嘅一邊，理論都明咗。但實際投資嘅時候，仲係會遇到各種狀況。好公司揾到咗，但股價太貴點辦？呢個時候你需要嘅係等待。巴菲特嘅公司賬上常常放住1000億美金嘅現金，乜都唔買。我哋總覺得炒股就係要天天出入，每日喺市場買賣先算投資。但巴菲特唔係，冇好機會，佢就抱住現金做定期存款，耐心等待好球出現，都係投資最重要嘅一部分。當股價一直跌嘅時候，你嘅心理考驗就嚟啦。呢個時候要確認兩件事，係公司本身出咗問題，定係成個市場喺度恐慌。如果係公司有問題，咁就必須果斷認賠賣出。但如果係公司本身冇問題，只係被市場恐慌拖累，咁就係千載難逢嘅加碼機會。巴菲特有一句最有名嘅話，別人在貪婪時我恐懼，別人在恐懼時我貪婪。市場暴跌就係能用超平價買到好公司嘅絕佳機會，但我哋散戶往往做相反，暴跌時嚇到拋售一空，升到天價時反而覺得一定會再升，而借錢買入，所以先會傾家蕩產。光睇數字會跌進陷阱，所以一定要去睇數字背後嘅原因，揾到好公司就耐心等佢變便宜，買入之後，只要公司基本面冇出問題，就堅定持有。大市恐慌暴跌時唔好驚，只要公司冇問題，反而係進場執便宜嘅黃金機會。呢套方法聽落去好簡單，但執行起嚟你需要克服急躁、貪心與恐懼。各位老友記，守住你哋辛勞一生嘅退休金唔容易。由今日起，戒掉聽消息炒股嘅壞習慣，像巴菲特一樣投資，讓時間成為你財富增長最好嘅朋友。多謝收睇。如果覺得呢條片分析得有道理，記得撳個 like 及並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